咱台湾拍去东京奥运的空手道选手王奕达是家己囡仔，今早起9点，伊的母校玉山国中也特别设一个转播平台，邀请乡亲来替伊加油。比赛进前，大家做伙替选手点声，家己市玉山国中为着要替伫东京参加奥运空手道比赛王奕达加油，在时啊就伫学校转播比赛。那接下来是否也会针对于各项运动的奖励措施来滚动的修正？那也希望能够从小栽培更好的，像奕达这样子那么棒的选手，能够代表嘉义，能够代表台湾出赛。王奕达的父母因为着做生意，只会当伫店内看后生比赛。看到王奕达徛伫咧奥运比赛的现场，伊的老爸看了是真感动。他真的进步很多，很久没看到他，真的是进步非常的多，很行，在整个技术上的流畅性看起来很舒服。王奕达今仔日小组的比赛摕到第5名，虽然无法度参加摔落去的比赛，但是伊的老母讲，会当参加空手道的奥运比赛已经是一个荣誉。伊的阿姊嘛表示，已经有2个外尾无看到小弟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拢希望有一场家己满意的比赛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